Hello，各位觀眾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永峰 Stella， 今日係2026年8月26號。今年以嚟啦，投資者反覆都面對緊多項嘅市場憂慮，包括係地緣政治衝突持續啦，對 AI 資本開支速度同埋回報咧都有疑問，油價上升同埋關稅重臨等嘅因素。喺咁嘅背景底下，市場波動性明顯增加。不過咧，呢啲咁嘅因素咧都冇引發市況持續跌勢喎。每一次回調之後咧，多數咧都可以好快咁樣咧收復失地。企業基本面咧正正就係市場保持韌性嘅主要原因啦。撇除主要兩間最大科技平台之後啦，美國企業第一季嘅盈利按年增長大概2.7%，第二季增長更加係略高過3%。AI 相關開支、生產力提升同埋應用普及帶動更加廣泛嘅經濟擴張，係盈利增長嘅主要來源。因為盈利增長嘅速度快過股價嘅升幅，股票估值咧反而出現收縮，唔係擴張添。亞洲聚焦於 AI 市場推動股市升咗大概2%，美股升咗大概1%，歐洲年初至今咧反彈咗大概1%。就算表現強勁，大部分股市咧而家咧都仲低過今年嘅高位。固定收益市場兩大板塊表現咧就截然不同啦。信貸市場波幅係相對溫和，息差處於幾十年以嚟最窄嘅水平。而家嘅估值咧係位於歷史大約係第96百分位。相比之下，全球股市嘅估值咧只係處於大概係第75百分位數。至於國債啦，受到財政赤字上升同埋各國央行加速去買金去取代長期國債嘅影響，佢嘅走勢咧更加波動添。總括嚟講，就算市場波動持續，企業基本面咧依然都好強勁㗎，盈利增長亦都開始重現過往週期帶動估值提升嘅效應。我哋偏好基本因素強勁啦，而且盈利推動因素明確嘅公司。相信股票相對固定收益嘅估值優勢，將會為風險資產帶嚟有利嘅配置機會。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講住咁多先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